一个故事多个版本，单单谢看花死了说的是一样的，怎么能信呢？谢看花没死，更没有杀南宫羽儿，还跟他说了1年之后成亲。可为何再相逢，却在南海之滨的天门山变成了血拼？师姐，我一直想问问他，既然他没死，为何不来找我们？当年天门一战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母亲为何会死？师姐，南宫羽文是你娘？那师傅是你？白龙白鹤也在船上。他们没有直接动手，看来木年华起了一些作用。走，咱们先回屋，他们绝不会就此罢休。